我看哎，啊，咱顶摆敢若是读到第10页的款。该目书第10页。那个春尾啊，算来2段，了袂读嘿。好，顶摆开始读到8字，敢是8？伊没有在读8字，嘿，8字，总是名也无显处。好，继续开始读吼。离开加拿大坐火车几若日久，就到美国松冈。松冈美国松冈是倒位啊？看起来是美国的一个所在，毋过。某一个港，我即马嘛想不出来。好，美国松冈，好是人袂记好啊。对遐搭船要去中国，开船26日久到日本。菲律宾就了解，就知影是倒所在。好，所以这个松冈是倒位？系啊，真好山吗？旧金山 San Francisco。敢若少远，毋过嘛是有可能。松冈。毋知你讲倒是所在，看袂出来。系啊，刚找着。因为无可能对东岸坐船啦，应该是若要坐，应该去西岸。系啊，是啊。松冈就西岸就旧金山，或者是洛杉矶尔。系啊。毋知，应该是我以为是松冈，可能是旧金山 San Francisco。系啊，应该是西岸遐。后来我甲读一遍吼，离开加拿大坐火车几若日久，就到美国松冈。对遐搭船要去中国，开船26日久到日本菲律宾。敢是松冈是2个港的意思？若是我拄则找迄个若是 Google 找有迄个美西双港，伊讲是洛杉矶 Los Angeles 加另外一个叫做长堤，敢若就是迄个搭船的迄个，就是搭船的港。所以就是对洛杉矶。嘿，洛杉矶另外一个叫洛杉矶甲长堤，这2个港叫做双港。2个港的意思。好。你真正今日才学着，毋知。讲若是迄个要安怎讲？若是做船运迄个业界的人，迄个应该就会较熟悉即个事。好早者。美西松冈。伊有一个，无，伊真正有即个所在哦，叫做 Two Harbors。是哦。等下我看下伫倒位。毋过 Two Harbors 敢毋是伫？歹势，毋是伫个本岛，毋是伫本土。但是歹讲啦，无定伊真正来遮做但是奇怪，伫洛杉矶外。伊讲洛杉矶另外有一个叫做长堤的所在，伊就是加州的2个大港，系啊。
但是感觉若是是大 Two 是讲 Harbor 大，嘿，Two Harbors 应该是我看的 Two Harbors 伫其他的州不，California。，Two Harbors 就是伫加州伫个洛杉矶外口呢。哦，你若查即个美西双港，嘿，就查得到。啊，毋过敢是伫敢讲的，伊敢是讲迄个大船的所在？毋知啊，歹讲啊，知这100万年前的，所毋知咧，因为即马少罕咧听人讲即个所在，我毋捌听过哩。嗯，因为讲若是用迄 harbors 加，伊若是讲海港，敢是爱加 ports 较常用 ports of California 迄款。毋知咧。好，好，不要紧，知影是迄个港着就好。好，好，继续好，后一段。是。对日本各大船到香港，伫遐有英国的宣教师等质疑宣教讲，师吼，宣教师等质疑讲，你是马街对加拿大来，啊毋是硬讲是就甲因上山四过看看，假你各搭船到广东哦，是广东哦，了解广东啊，好，小等下广东嘿，因这只较早，以早吼讲坐船上山吼，即马人都不晓安尼讲吼，上花可能会晓安尼讲就已经不得了吼，上山吼。山咱敢若之前有看过即个书的款？有，其实我是对潘老师傅遐学来，我专门写一篇讲，迄个完了，嘿，上船甲上山吼，迄个上下迄种迄种概念感觉，吼，台语和华语其实是颠倒变的。嘿，是华语讲上船，嘿，但是台语袂讲上船，台语讲落船。落船，嘿，就是船会较低，所以落船。啊，要上岸，就是较悬，是上山。上山，嘿，是，变做上山吼，嘿，是，变做上山，啊落船安尼。啊，华语是颠倒变，讲是上船。啊，因为落船，上船甲落船的观念都颠倒过来吼。好，我意思就是讲，当华语讲上船的时阵，台语讲上船，袂就是会讲上山啦吼。啊，就是等下，上山敢是下船上岸？下船哈，就是都颠倒过来的对了。上船跟下船的迄个啊，台语落船敢是华语的上船的意思？对，落船是上船。对。呀，我感觉之前有看过王老师迄篇，看讲真有意思，嘿，好上山，好，读到哦，拄则读到广东迄句好，伫遐拄着一个宣教师，伫美国的时，甲伊同学读册，你即个敢若连起来，同学读册，好，三见着大家大欢喜，朋友请该牧师伫遐说教，当做主的采用，了解。总是以爱说教伫心内，
伫新的所在，无几日，搁倒转到香港了后，所以了后的了会用即个了后，所以讲其实毋是了后，是了后大船到汕头，一般我嘛袂去读做 J 啦吼，咱读做 L 吼。而且这是写第5声，毋是写第2声。一般咱是写第2声吼。查看嘛，到底有啥物意思？我是感觉伊敢若是写作变调了的声音，叫做了后。敢有可能？了后，系啊。因为若是了是本调，就较讲袂通吼。我认为是写唔对。系啊，我嘛是安尼感觉。了后大船到汕头，迄个汕头敢是广东迄个所在？汕头，嘿，是，好，安尼了解。你敢要来读这段？敢要读？好，对日本搁搭船到香港，伫遐有英国的宣教师陈志伊。对啊，即个志字吼，志字就是咁是记者，记者迄个字吼。嘿。陈志伊讲，你是马街对加拿大来暗示，因讲是就甲因上山试过看看，隔日搁搭船到广东，伫遐拄着一个宣教师伫美国的时，甲伊同学读册，相见着，大家大欢喜。朋友请该牧师伫遐说教，同做主的采用，总是伊爱说教伫新的所在。无几日，搁倒转到香港，了后搭船到汕头。好，继续吼。船入港的时，两个英国人落船，讲马街对加拿大来有伫船里无？好，即马拄则讲到，即马就看到迄个落船，好，有伫船里无？即两人的中间，一个是长老会的宣教师，名叫杜牧师 Dr. Thompson， 搁一个是汕头的海关长。了解。这段短你敢要来读？船入港的时，两个英国人落船讲，马街对加拿大来有伫船里无？这两人的中间，一个是长老会的宣教师，名叫杜牧师 Dr. Thompson， 搁一个是汕头的海关长。好，继续后一段吼。是。这两人有得到加拿大长老会的批信，讲有派该牧师要去中国，所以因来等志。原来有这个词等志，等候假志。就是拄则嘛是安尼讲啊，嘿啊，拄则嘛是。毋过拄则迄个是分开吼，等志
单记忆，这个就是单记。好，了解。分开，拄则看分开，即马合起来，连起来单记。到线头有几若人爱伊住遐说教，总是爱大声去看台湾，所以搁搭船去到下门，顺路要嫁应该是继续吼，要嫁来台湾，过来，嫁来是嫁来过来的意思，是迄北部叫嫁来过来，系啊，系啊，素上惯是由细 Q 的上过来，好，是嫁来台湾，系啊，因为讲听平常了惯是由细 Q 讲听到嫁来台湾，就会想到迄个嫁出来嫁，有无？嫁来台湾，好好好，继续，对下门各大一只细只英国甲板船要去打狗，迄个甲板船，感觉是一种船，看起来真系啊，真趣味。甲板船，我那咋讲的吼？甲板我的语感，我的想讲是，甲就是变做拼装的吼，甲板船哦，呵呵。还是另外伊甲板吼，甲板。你嘛是讲一种船，迄个什么平底船、接驳船，大渡船吼，叫做甲板船 ，OK。驳船哦，真好。甲板船嘛叫做甲板啊，甲板船。若是我拄则就是放行伫台里顶用迄个车号，伫迄个甲板后壁加迄个车号，有无看到？有一个甲板啊，甲板船后壁迄个甲板帆有无？甲板帆，你讲是英国甲清国的战争，咁就是华记讲的迄个甲午战争。1842呢？系啊，系啊。不是啦，你甲午战争是迄个呢，日本的。对吼，英国甲中国、清国迄个鸦片战争是。1842已经足后期啊嘛。就后期哦。毋不，另外1895的时阵是港澳是日本含就是日清战争嘛。1895还是94我袂记啊。1895就是1842吼，已经是足。我意思是讲，鸦片战争是搁较早进前的。我拄则 Google 伊讲鸦片战争搁有几若摆？伊讲是第一摆是1840到1845到1845到1842原来第一摆知影原来有拍遮尔久的。1895已经差40年啊，对。差不多40-50年前的代志，嘿。我算唔对。伊个叫，我是讲原来迄个叫法是叫做甲板帆。甲板帆。嘿，甲板帆，头一摆听到即个讲法。之前拢无听过。我敢若捌听过西亚帆吼。西亚帆是啥物？西亚帆就是侵法战争。好，即个我记嘛。当然，西亚帆是咱台湾的讲法吼。帆，我台里顶无收西亚帆，无菜。我看卖吼，西亚帆，找西亚帆，因为这西亚帆含台湾就关系嘛。但是有找到有换即个事，伊讲是战争的时去别所在避难，叫做召唤，找西亚帆。
我看下西亚换，召唤哈，西亚呼换，唤召唤，到西亚换，嗯，这我看嘛，无咱倒来，我Google 一下。我咧，但是 Google 就有找到你讲的迄个西亚换，诶，啊，毋过伫书店我阁找无，我来用汉字找看觅。西亚换，因为其他的战争，清国含其他国家的战争吼，就含咧伫台湾含台湾有关系足少的嘛。你什么鸦片战争啊，八国联军啊，中英什么天津啊，有诶无诶吼，含台湾拢无啥关系。但是即个中法战争、清法战争含台湾关系足大的，因为有伫台湾北部加偏湖北遐。尤其是北部，因本来是想要占淡水吼，要占淡水着，因本来是要占淡水，所以是淡水遐建一群的吼。真好呢！无，今仔日我新学，不是真好，我是新学着即个词，真好。嘿啊，所以迄人台湾人，即项代志伫台湾历史内底是台湾人印象足深的吼。咱即嘛无这印象，因咱无传落来吼。伫迄当阵吼，所有人拢知影西亚反，就是迄当阵要含法国战争安尼吼。啊，所以迄当阵就走西亚反，就是因为要西亚反，就是为着要闪避即个战事吼，可能比如讲，尤其是伫台北啦，因往南走嘛。南走是哦，因咧往南逃吼，往南去走西亚反。啊，所以即个词伫台湾其实伫台湾是伫当中直接用的吼，一个直接用的一个词，走即个西亚反。走西亚反，真好，新清法战争其实是咱台湾人应该爱好好研究一个战争啦吼，因为迄当阵你看法国人要拍淡水拍袂落来。是。你看要攻台湾无这么好讲吼，淡水照你要拍淡水应该是登陆战，感觉困难应该袂到的，但是法国人拍袂落来。是。哦，啊，真好。OK， 这是西亚反哦。讲到西亚反啊，所以譬如讲歌，叫做什么歌册内底，因可能原来有这种。原来有这段啦，我是相信伊就原来有这段啦吼。西亚反，啊，个有啥物？哦，什么？我伫我买迄个啊，我即马一时甲伊个名袂记吼，一日本人写的小说，地川我吼。嘿。伊我买的迄个本小说。有讲到即个代志吼。有其中有一本，就是有讲到西亚反，就是因迄当阵要，但是伊讲的毋是淡水吼，伊讲的是迄个咧狮球林吼，西球我毋知迄地名要安怎讲，在地人安怎讲，就是伫咧揪迄个狮球林的时阵，一段有写吼，我看过已经袂记啊。OK。西亚反，所以西亚反照理应该是台湾人少熟悉的一个历史事件啦吼。是啊，结果我今仔日头一摆听到。不过台湾人无啥人知影，这是足奇怪吼。你知影什么甲午战争背甲什么八国联军背甲吼？毋知影这个清法战争。是。好 ，OK， 咱继续读。好。所以讲拄则你讲的迄个小帅名，你敢有找到？小帅名，这个慢小帅集吼有2集嘛吼，对，有2本。好。有2本啦吼，伊是第一篇的是。是拢第一篇小说吼，2本我拢有买吼。毋是彩流，所以毋是第一本，敢若2篇尔。好。有可能是第2篇。了解。
毋过就是伊是收伫迄个小说集内底会底篇的伊毋是专讲你讲迄个侵华战争啊，伊是你讲，因为我即摆想着，伊是敢若小可提起即项代志尔，是第一本的《龙脉记》吼，《灵脉记》。好好好。龙脉记是为什么叫龙脉？因为伊讲狮球林遐有一个什么隧道有无？就是规人的火车要驶入去台北城的时阵，爱经过即个崩坑啦吼。迄个崩坑即嘛佫伫，我即马煞袂记吼。就是迄当阵也迄个崩坑，有讲起着迄当阵，敢若伫咧清华战争的时阵，伫即只因为固守迄个狮球林吼。故事安尼啦，我即马无啥会记啊。我因为讲到西仔反，当然我第一道听到是嘛是听到嘛是看到潘国元老师讲起西仔反吼。哦，好。后来就是我有小可看者侵华战争的尤其是伫台湾的这个部分啦啊。我袂记我伫倒看吼，有看一下迄当阵的写即个侵华战争的过程安尼。才知影讲，原来台湾迄当阵算守甲足好诶吼，就是一开始当然是台北城诶人足惊吓，因为听讲法国人要拍入来吼，大概是认为讲已经是绝对是无可能守会掉啊吼。所以当阵伫咧淡水遐其实是大概惊到要死吼，走拢走甲差不多啊，这个走西仔反就是我袂记什么人吼，就是去台湾人啦吼。迄建功即嘛拢有迄个什么台中林甲，毋是台中啦，雾峰林甲有参加。所以雾峰林甲因为就是即个侵华战争的时阵去顾，毋知是顾西球岭还是淡水边咯。所以才有即个建功啊，所以雾峰林甲当。我毋知影是毋是安尼起家吼，迄啲就是人家伫内底即个角色最重要。我拢看，我嘛是袂记啊。你若有兴趣来现看卖，应该拢看会到。我有兴趣。我早找看会到，我伫咧 Facebook 写的部分，做互你参考一下。好。即嘛临时啦，无偌多，我等下再现看卖。好。哇，已经差不多爱10点半啊！已经10点半，好，安尼无咱今仔日读甲车。咱这段感觉要未读煞，要是甲这段读煞好。好。拄则是读到甲板船嘿。甲板船要去打狗，好，继续读吼。好，船开拄着大波头。风影真大，好，这个波头。大波头吼。波头嘿，大波头。波头就是波头风，应该是波头风的意思。而且三节我不解清楚吼。POHTHAU 第五声。找无。波头风可能有啦吼。POHTHAU 第五声波头。你伫台里找无呢？大波头，看敢是有白音。波头，竟然无。波头风。若是我伫台里顶有找到一个迄个布，伊个布是写第三声波头风。伊讲是比起呀引起的风。气压毋知影要安怎讲。起波头吼，加气压啦吼，起波头。加气压你就知影，加气压就是。起码当就是风台迄个风台迄个。风台啊。是。所以波头风就是风影就大啊，波头，所以你会当想吼，波头就是加气压，就是起波头就是做风台啊。是嘿。波头要做好，继续。大波头，风影真大，总是该无输的心，满
足甲满足甲安靜，迄時若親像有聲講，你着去台灣傳教。好，是，了解。好，這好，段你敢若來睇？好，來我讀一遍吼。這兩人有得到加拿大長老會的批信，講有派該牧師要去中國，所以因來單節到線頭有幾若人愛伊帶遐説教，總是愛大聲去看台灣，所以閣搭船去到廈門，順路要過來台灣，對廈門閣搭一隻細隻英國甲板船要去台灣，要去打到船開拄着大波頭，風影真大，總是該牧師的心滿足，甲安靜。迄時若親像有聲講，你着去台灣傳教。好，咱讀到這吼。今日讀到這啊，就為嘿，後禮拜就為8點半開始考。你安怎？你安尼咁方便？方便啊，我就是考進前一課是7點半讀到8點半，安尼。好。啊，就是拄則安尼巴肚也愛做。你這咁樣時間啊，就咁咪有法度，就是哪食物件哪啊，毋過若是，我是拄則，因為我拄則敢若啉湯爾，毋知巴肚也。啊，若無你若需要時間休困啊，咱就會使就是按照9點來談嘛，是會使。看你安感覺。無，袂要緊，咱8點半到9點。好，啊，就下禮拜8點半。好，多謝。好，多謝。就下禮拜再會，晚安，好。